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關心北海豬仔這粒風颱。氣象署講，風颱是繼續往西北的方向來徙動。拜五到禮拜上挖近台灣，無排除上緊拜五下半天發布到海上的風颱警報。結果正10天，中大風颱北海豬繼續向西北方向徙叮當進逼台灣。可能在周五到周日的時候，相對是會比較接近我們的。相對於低緯度地區，它的海水熱含量相對是比較沒有這麼高的。不過都還是可以注意維持它目前的強度，並不會到減弱太快。海警目前最快可能會在禮拜五的下半天之後，也不排除發布。為預報路線來看，北海豬各國的路線攏無共款，7、8、9離開海面以後可能會轉北平。歐洲模式估計繼續向西邊到中國，對台灣的影響嘛較大。AI 模式是分析講會行中這條。主要原因是在這段期間，特別是太平洋高壓犧牲的強度呢是最為明顯，也就是它的強度有機會達到最大。拜六是父親節，真濟人煩惱講敢會受到影響。氣象專家林德溫以歷史統計數字講，過去77年來，佇8月7、8前後影響台灣的風颱有15個，包括2015年的蘇迪勒、2009年的莫拉克，加1994年的道格風颱。這原因跟環境有關係。這段期間的颱風的強度通常都會是比較強。結構也是比較完整。當它遠離的時候，往往都會引進所謂的西南風，甚至於引進於西南氣流。專家提醒講，父親節前後來台灣的風颱威力攏真大，北海豬離台灣還佫真遠，路線安怎行，影響有偌大，愛佫觀察。提醒鄉親一定要做好準備，面對風颱袂當無要無緊。